如果你預算唔高，又唔想揾老婆少嘅，今日小維咧就喺番禺廣場板塊揾到個新樓盤俾你，總價50零萬就可以攞低噶啦。呢度在售嘅戶型由34方至55方，其中我最中意嘅戶型係呢個49方複式3房嘅戶型。呢邊咧係衛生間啦，乾濕分離嘅，夠晒闊落。嗱，呢個客廳都夠晒舒服噶。我哋先睇下廚房嘅位置，帶有一個獨立嘅廚房，重點係仲可以用天然氣嘅。嗱，呢個中空嘅客廳真係夠晒舒服啊！廳出可以望到南向嘅一線江景，重點係呢度仲有一個生活陽台。上到嚟2樓啦，全層都係休息區。我哋先睇下第一間房，呢間咧係兒童房嚟嘅。過嚟呢邊係第2間房啦，呢間咧係主人房，定製咗到頂衣櫃，可以放1.8米嘅床，仲可以望到中空嘅大客廳。最後睇埋第3間房啦，第3間房咧而家係做咗衣帽間嘅。呢度全部現樓，首付10萬即刻入住，係咪好過你買老婆少呢？